市府农业局深拿甲着自然保育科长朱建明表示，伫个台南地区吃看的外来种的蛙类，包括板腿树蛙、甲着亚洲锦蛙等，甲着原生的蛙类比较起来，因为繁殖的能力强，而且较无天敌。因此，市府今年来希望趁着外来种繁殖还未扩散进前，会用来防治甲着移除。不管是亚锦或者是斑腿，其实都跟我们一些本土树种的繁殖期都相同，所以有时候而且它的繁殖力很强，下的蛋比较多，所以可能会跟我们本土树种产生竞争。那这些主要就是不当引进来，或者是说当宠物正常引进当宠物，完之后的话，它没有。不养的时候，它就去弃养那造成我们在我们台湾的话，生存繁殖，那也是所以这样说了，台湾的不管是台湾和台南的，其实气候都适合野生动物。那我们也要在此呼吁的话，就是说你如果野生外来种的话，不要弃养，如果可以来通报我们0663-1731，我们都会来处理。我们不要将这些外来种引进来之后，也放生完之后，造成我们本土树种的危害。我们今天主要是强调说，不要不当的输入不要放养那如果有问题通报我们森保课农业局森保课，我们都会来处理。农业局现场邀请到亚洲大学的教授专家张晓云，讲解两种外来种的亚洲锦蛙，甲着板腿树蛙的习性，甲着分类。其中板腿树蛙因为甲台湾的原生种布氏树蛙真同，因此专家呼吁避免掠唔到。民众发现也是通报农业局。亚洲锦蛙是小口蛙科的台湾自己原生也有亚洲锦蛙，就大概就这么大小而已，2-3公分而已。可是这个亚洲锦蛙呢，小口蛙科的亚洲锦蛙，其实一般相信它是货运消毒不完全进来的，不是人为蓄意引进来的。可是它长得蛮可爱的，尤其是有些时候我们夜间用那个探照灯，橘色探照灯打起来的时候很漂亮。所以在台湾也有人拿来当宠物蛙养。斑腿树蛙跟台湾的布氏树蛙长得很像，外观上一般的乡民无法很清楚的分辨出来。好，然后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的话，倒不如就通报，让专业的来移除。我们也怕错杀我们自己的那个布氏树蛙。一般看一下这里就它的腿内侧。腿内侧的网纹是它很重要的那个，所以一般如果民众来通报的话，就是要不然就是我们直接去，要不然就是叫他抓到以后拉开来，让我们拍那个大腿内侧，这个是很好的判断依据。那另外一件事情呢，说实话这个不好抓，它有一点神经质，你只要看到它，你有没有看到它这样子？它会一直跳，它有点神经质，所以树蛙嘛，喜欢住在树上。那你靠近这棵树的时候，它就开始跳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这里有一只树蛙刚刚从你眼前跳过去，可能你要扫到它，需要一点点。所以在野外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要很有气质，要动作很慢的，不要吓到它这样子。农业局表示，斑腿树蛙属于较浅山地区，常常伫个树顶、甲伫高远来看到。而亚洲锦蛙则是徛伫个园林、甲伫公园的水池，而且叫声亲像牛同款。这2天伫个台南的通报，掠到拢有上百只，而且数量不断来增加。为了让民众了解吃看的外来入侵的蛙类，甲着如何判别来防治，农业局嘛将伫个8月底办理认识台湾吃看的外来入侵的蛙类亲子活动，到时欢迎亲子踊跃来参加。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